先开始来关心台南市永康较老一个街啊，伫早暗7点外是传出假死味，警消赶紧到现场处理，赶紧甲疏开周边300公尺内的店家也有人员，嘛赶紧夜水防护。家属公司是赶紧甲家属头拐起来，那嘛拍怪手透明的抓牢。目前在台南的永康中正北路部分路段，目前嘛敢若会当单向通车。现场油水线、喷水防护、边仔研究封锁线，台南市永康中正北路闹区，初五暗7点外，突然间闻到正高的假死味，上桥接到保安派人到现场，伫水沟边侦测到可燃性气体，所在差不多伫3拍到5拍之间。除了看水线防护，也甲附近300公尺内店的人拢撤离，路也封起来。雅士公司派人到现场看，暗时10点先甲2边的闸门关起来，又搁调一台怪手来现场。但雅士浓度降低了，地中挖一坑，设一个新的闸门，透明找老雅士的所在抢修。因为这附近正闹热，边仔也搁学校加真侪旅馆，闻到雅士味，大家拢惊惊。确实有侦测到瓦斯的浓度啊，所以我们就拉起了封锁线，然后进行了一个疏散了麦当劳及曼都的所有居民啊。那后来大台湾瓦斯公司，我们请他过来到现场将那个深坑国小及鸟松地区的拔头关闭。本来正闹热的市区，因为撤离封路拢无半人，虽然拜五大家也过来上班，敢会影响民众上下班，也过来看现场抢修的情形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